有冇發現自己好容易焦慮，好多嘢諗？可能係因為移民之後有好多新嘅適應，又可能係因為每日吸收過量嘅資訊。由艾爾哈拉遜，一個以色列嘅歷史學家講過，原來我哋一日吸收嘅資訊量，可能係幾萬年前一個人用好多年嘅時間先接觸到。例如，古人一世識嘅人可能唔超過150個，但我哋一日行街都唔止見150個人啦。我哋個腦究竟進化到去適應未呢？強立森係美國社會心理學家，佢發現自從2012至2013年有咗社交媒體同 smartphone 之後，我哋新一代多咗好多情緒嘅問題。我哋有冇留意自己用咗社交媒體後焦慮感多咗呢？歡迎嚟到走進舒適圈。How to Stop Overthinking 呢本書話，原來焦慮係過度思慮嘅根源。呢本書提供咗唔少方法去幫我哋減低焦慮，我哋一齊睇下。以下有3個方法可以即時減低焦慮。有個方法叫做5、4、3、2、1。研究發現佢對 Panic Attack 好有用。呢個方法需要運用五感去進行。你可以揾5樣見得到嘅嘢，例如花草樹木；揾4樣嘢你可以感受到或者接觸到嘅嘢，例如你而家坐住咗嘅凳，摸下個窗；揾3樣你聽到嘅聲音，例如雀仔聲、車聲；揾2樣你聞到嘅嘢，例如聞下隻手有冇啲番梘嘅香味；最後揾1樣你品嚐到嘅嘢，例如你可以用條脷接觸牙齒睇下咩味。其實個 idea 就係當你焦慮嘅時候，將你嘅覺察或者注意力放翻喺當下，停止咗你個腦過度思慮，從而減低焦慮感。我自己就試過，覺得幾 work。平時練多啲，除咗可以令心情平和啲之外，當你平日練習多啲，熟悉個 routine，喺焦慮嘅時候呢，就會容易啲即時攞翻出嚟用噶啦。第2個方法叫做搖晃 shaking。當你感到驚或者有壓力嘅時候，身體會分泌大量嘅腎上腺素同皮質醇，準備俾你戰鬥或者逃跑。例如，當你喺辦公室做嘢有壓力，呢啲能量會卡住咗喺肌肉同神經系統入面，令你覺得繃緊、煩躁。迷走神經對情緒狀態有顯著嘅影響，搖晃可以刺激迷走神經。當迷走神經被激活，心跳會減慢，血壓會下降。大腦會接收到安全嘅信號，從而減低你嘅焦慮或者壓力。你可以企起身，膝頭微微彎，放鬆全身，好似要將身上嘅水滴甩出去。由手腕開始，帶動肩膀、軀幹、雙腿，輕輕搖動。如果你覺得尷尬，可以揾個冇人嘅地方做。另一個方法係建立正面嘅自我對話。如果你想建立一個人同佢有互信親密嘅關係，就同你點樣同對方講說話有關係。例如，你用溫柔嘅語氣，用鼓勵性嘅說話，用接納嘅態度去建立對方。我哋有冇留意自己點同自己講嘢嘅呢？作者話，其實我哋都可以同自己建立一個仁慈有愛嘅關係，關鍵就係點樣同自己講嘢。作者建議我哋喺覺得正面有力量嘅時候，可以寫定一啲鼓勵正面嘅說話，例如寫低我係一個盡責嘅人，而且成日都會顧及他人嘅感受，朋友都中意同我傾偈。你可以貼喺屋企當眼嘅地方。下次當你覺得焦慮、負面嘅時候，就拎翻出嚟睇。當你持之以恒咁樣去做，有機會將正面健康嘅自我形象潛移默化咁植入喺我哋嘅認知入面，慢慢提升自信心同正面嘅感覺。學習同自己講說話，其實係學習緊同自己建立關係，甚至係建立自己。我哋好多時嘅焦慮係因為覺得自己掌控唔到，但如果我哋喺不安嘅時候能夠停止負面嘅狀態，我哋嘅掌控感就會大啲，而減低焦慮感。以下有2個方法可以減低生活上嘅壓力同焦慮。第一個方法係時間管理。作者話，時間管理唔係好膚淺咁樣話點樣填滿你聽日個 schedule，而係點樣有效地運用你嘅能量同資源，從而規劃你嘅人生。佢話，如果你連自己嘅人生目標同優先次序都唔知道，講時間管理其實係廢話。好多人都知道我哋人生嘅時間係有限，冇可能咩都做晒，所以我哋要 focus 喺自己嘅目標上面。但係我哋有冇發現，其實我哋嘅集中力或者意志力嘅時間都係有限嘅呢？所以我哋應該將最重要嘅事情，即係同你目標有關嘅事情，用你最精神嘅時間去完成。例如，你現階段嘅目標係進修，咁最重要嘅事當然係完成呢個課程啦。而你最精神嘅時間 ，for example 係朝頭早，咁 weekend 嘅時間
梗係將做功課溫書嘅時間放喺朝頭早最集中嘅時候，而唔係一起身就碌1個鐘 IG 先去開工。碌完 IG 之後咧，已經消耗咗你嘅精神同意志力，咁變咗你做功課嘅時候就會攰咗。用低能量嘅狀態做最重要嘅事情，變咗就唔係一個好嘅時間管理啦。除咗清楚自己嘅目標同埋用你最精神嘅時間完成最重要嘅事情之外咧，我哋要識得 say no。如果同你目標冇關係嘅事，咁就要喺你嘅時間表上面 delete 咗佢啦。我有個朋友好中意做好人嘅，佢個 yes man，即係你揾佢做乜嘢佢都會 say yes。揾佢唱 K 食飯冇問題，食飯嘅人冇帶錢揾佢幫手埋單都冇問題。冇嘢撈揾佢介紹入去公司做，就算嗰個人啊冇基本嘅工作能力，我朋友都會 say yes 推薦佢入去公司做噶。佢嘅 schedule 就滿晒人哋覺得最重要嘅事情啦，但係結果呢，佢用咗7年嘅時間都完成唔到自己嘅碩士學位啊。我哋不妨留意下自己嘅時間表，有幾多個鐘頭做緊嘅事情係真係同自己目標有關係。夠時間做到自己想做嘅事，可以增加掌控感，從而減低焦慮感。最後呢個方法可以自己練習，又或者揾一個專業人士陪你做都得。佢叫做 visualization， 意象導引。當我哋焦慮嘅時候，我哋嘅五感，即係我哋嘅身體，會進入咗一個痛苦嘅狀態。例如覺得好驚，個心跳得好快，肌肉好繃緊，個口覺得好苦，又或者你心裏邊咧會不停諗一啲負面嘅說話。意象導引就係做相反嘅事情，我哋運用我哋對五感嘅想象，進入一個放鬆嘅狀態，減少焦慮感。例如揾一個安靜嘅地方，合上你雙眼，想象你一個開心嘅地方，可能係海灘，然後就想象你想你五感有嘅感覺。例如見到好靚嘅海灘，聞到海水嘅味道，聽到海浪嘅聲音，食到好好食嘅海鮮等等。留喺呢個想象大概5至10分鐘，當你覺得可以就出返嚟。作者話我哋嘅身心合一，如果我哋想象檸檬嘅酸味，口水會有分泌嘅，所以當我哋用想象力扮到我哋身處一個好放鬆同平靜嘅地方，我哋嘅身體就會信以為真，咁你嘅心跳就會慢啲，肌肉會放鬆啲。當身體覺得舒服啲嘅時候呢，你都冇咁焦慮不安噶。我哋今日講咗5個實戰方法，有即時降溫嘅5、4、3、2、1，釋放壓力嘅身體搖晃，重建自信嘅正面自我對話，有效嘅時間管理，同埋連結身心嘅意象導引。作者話放鬆係一種需要練習嘅技能，佢唔會自然發生噶。當你開始練習，掌控感就有機會翻返嚟，幫助減退焦慮。但如果你嘅經驗具有創傷性，最好揾翻專業人士協助處理當中嘅情緒問題。以上呢5個方法，唔知邊一個你覺得最適合而家嘅自己呢？喺下邊留言話我知，我哋下條片見。